你有冇諗到設計師出去旅遊，酒店都係重要嘅景點之一？有時寧願買少啲嘢，都要住到想住嘅酒店。每晚都好期待返到酒店，好好享受，休息一下。另外，酒店房嘅空間設計亦都可以啟發到設計師唔少靈感。喺度想同大家簡單分享一下，我哋今次住嘅係星野集團 OMO5 東京五反田酒店雙床房。一入到房，行多步已經係木地台，需要除鞋先可以進入。喺木地台前地氈嘅位置叫落塵區，落塵區可以隔絕室外灰塵，就算屋企唔方便做全屋地台，都可以利用唔同花紋嘅地磚或者地台物料去作分隔。榻榻米嘅房間明顯帶出現代日系風格，亮度比較低嘅復古顏色梳化同電視牆身有柔和同溫暖嘅感覺，所以喺細小嘅空間，顏色嘅運用係非常重要㗎。結構簡單嘅冇門木框電視櫃，視覺穿透可以減低壓迫嘅感覺。我哋都經常利用木條拼湊出簡潔嘅線條裝飾，就好似呢個單位嘅電視牆身咁。而木框背後嘅鼠尾草綠色牆身，可以令木條更加立體，柔和之中又有特色。如果想睇多啲作品嘅相片，可以去我哋 website， 網址喺資訊欄。房間大部分都係間接照明，同牆身闊度一樣嘅床頭板燈槽，光線柔和舒適，再加上床邊吊燈，光度恰到好處，令到夜晚嘅房間唔至於太暗。行完一整日嘅行程，可以好好放鬆休息。我哋有個單位唔夠空間做床頭板，所以就用牆布代替，加上隱藏式直立滲光效果，好有簡約風格嘅酒店氣氛。呢間酒店位於山手線嘅五反田站，大約10分鐘內嘅步程，中途有好多食肆同幾間便利店，所以都非常推薦俾大家㗎。今次嘅分享就講到呢度，如果大家鍾意呢類分享，請大家留言話俾我哋知啦，拜拜。